关键白绝这人，一不消遣，二没有什么爱好，我得做点什么才能吸引他呢？有了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自卑、渺小、忐忑，哪有你以前的不羁和洒脱呀？真明显啊！你要是真的想讨白绝的欢喜呢，你就不要刻意的放低姿态，也不要小心翼翼的去迎合他。事实证明，白绝他压根儿就不吃这一套。你看雪莹，苦等了他几万年，他呀就是个前车之鉴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话本里说，如果一个女人想追求男人的话，不能靠硬来，得靠吸引。吸引啊？怎么吸引啊？你别问我怎么吸引了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那我也不……你这表情，是不是也有喜欢的人了？你也知道，我对这种情情爱爱的事情，就是觉得很肤浅。啊，是，你看画本比我看的还要勤呢。你还想让我给你出主意吗？要，但是你得保证，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不然你那些小事，我保证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吸引，你可以试试投其所好。关键白绝这人，一不消遣，二没有什么爱好，我得做点什么才能吸引他呢？反正我提醒你啊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心的，连雪莹种的花都给烧了。反正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了。有了，最好还是找我这样的，正直忠诚，还能陪小殿下聊聊天。我看我找个哑巴倒挺好，省得天天在旁边念念叨叨的，烦人。怎么了？十几万年了，这是您第一次同我开玩笑。小殿下的本事行啊！与他何干？是，与小殿下无关。我去给小殿下送蜜饯去了。哎，小殿下，您拿这么多小玩意儿做什么？让你们家神尊开心开心啊！平日里啊，他总是皱着个眉头。小殿下，您心是好的，只怕白绝神尊并不领情啊。会吗？双脚打开，手臂伸直，肩腰向下，呼气，收，手臂向上，右脚在前，呼气，收，右脚提起，双手打开，吸气，伸，身体放松，精神放空，向上向前，力求达到一个身心合一的境界。停。小殿下，你是初学者，不要着急，用腿部发力，切勿注重身形，主要在于意念。好，